别人无，有因咱只有来去世界上，愈捌愈亲着愈会加保障。台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宝岛高阿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个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宝岛高阿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有俗语伫咧讲：正月小查某，2月小锣鼓，3月小妈祖。当年的旧历3月呢，是迎妈祖的时阵。这个时阵的北港啊，都亲像小过年同款，安尼热烈滚滚。台湾上大的艺果呢，就伫咧北港。旧历的3月，所有北港的子弟拢会转到伊的故乡来参与这个盛会。所以讲，艺果对北港的子弟有一个真深的感情。小妈祖，北港装艺歌。这份虔诚的宗教信仰，踏出着一场美丽嘉年华会。每一年旧历3月19是北港迎妈祖装艺歌的时阵，嘛是北港囡仔上解期待的日子。阮是北港囡仔，伫北港出世，所以3十9装艺歌对阮来讲最重要。啊，阮自囡仔就装到大汉，所以即马讲阮的囡仔嘛已经拢来咧装艺歌，啊，阮就伫遮帮大家做服务。我7岁的时候装艺歌，然后在艺歌车上面中暑，然后还睡着。路上纪念堂，是咱北港在地一间家长馆，我嘛是北港在地一份子。今仔为着来参加艺歌即摆的活动，为妈祖回来福寿。北港妈祖是阮大家心内囡仔的时阵，大家家长拢会带去拜拜，所以阮对细汉到大，大家拢感觉是妈祖保佑阮斗3工，会当互阮到今仔日安尼。所以虽然讲不管是天气热啦，是落大雨啦，大家拢会感觉讲，妈祖生日就像咱即摆共款嘛。这生日咱一定爱大家爱做阵来，下斗热闹，互伊这边的所在规个会当较青赢咧。北港子弟为着一年一摆的妈祖生，无论是透风落雨，也是日头猛暑，拢会将工课放下，大家烧酒来为妈祖婆贺寿。北港囡仔3月19最重要的，就是若是男孩子，伊就是会去参加顶头；啊，你若是女孩子，几乎拢爱装着艺歌。北港囡仔甲妈祖就敢若亲人同款，因为伊就是阮的妈妈。这真正是一个传承，心里是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较早咱囡仔安尼参与替妈祖婆咧庆祝，啊，即摆囡仔大汉，咱安尼帮伊照顾好无？咱真正是一种成长传承。自庙因寸草心，北港艺歌所表达的，唔单是对妈祖婆的信仰，透过艺歌文化所展现是一种传承。是属于北港子弟兵的在地精神。在破雨啦吼，是北港的在志工啦，拢是妈祖婆的囡仔啦。阮这囡仔哦，你来看，阮去装艺歌呢，爱当装啊水水哦，留下足一美好的回忆安尼吼。啊，过来会当甲妈祖婆斗热闹吼。啊，过来你来看，阮这囡仔哦去装艺歌吼，我今年呢足好有趣的呢吼。美食内面这个艺歌吼，有影真热烈呢。吼，迎妈祖的这个过程实在是热烈滚滚吼。规个北港所有的人，会使讲拢是吼参与了这个盛会吼。咱今仔日嘛真荣幸吼，请到2位来宾，这2位来宾是正港的这个北港的子弟，而且吼，因要将这个艺歌的盛况来带来到咱的现场。咱首先来邀请到咱的研究妈祖信仰的专家蔡尚辉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艺歌吼有真深的情感的这位吼，自细汉开始装艺歌到大的这位本港女性定贤堂的艺术总监蔡依婷蔡总监。
大家好，大家好啊。是。哦，我讲话吼，拢会紧张，为什么？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其实嘛足介意看即个艺果啦、花灯啊这些吼。啊，但是吼，因为住伫北部啦吼，所以讲接触的即个机会较少。但是咱今仔看到即个艺果吼，主要伫北港即个所在，非常的死行吼。哦，总共就是我听讲你吼嘛是自细汉的时阵才开始种艺果到大嘛吼。是。是，安尼差不多有几档的时间啦。这敢袂当讲？小导演年龄。差不多30、30几啊，30桶，桶一叔啊安尼啦吼，是啦，无啦，迄其实吼囡仔的时阵吼，你会敢会记得讲你囡仔的时阵去种艺果吼，甲即马咧种艺果迄个过程哦，你会敢简单介绍过你30年来、30多年来你的经验吼，啊，你的即个过程，甲咱解说一下。其实应该是讲，阮以早囡仔时阵，阮迄阵咧读册的时阵，开始咧种艺果。个也是顶头。其实伫北港来讲哦，像头仔咧讲，教授嘛有讲，其实像当年的3月19，其实对阮北港人其实足重要。是。所以阮迄阵刚开始去种艺果的时阵啊，其实学校咧读册的时阵，咱一般拢是全天上课嘛。是。不过伫北港足奇怪，到19、20的时阵，拢半天。哦。为什么你知无？是。因为囡仔，全部的囡仔，像一寡女生啊，还是一寡查甫拢去顶头，去光桥，去跳太子。查某的也是一寡查甫拢去种艺果，所以学校拢无人。我了解啊，一上课的时阵啊，先生徛到即个讲台顶悬，我发现我下骹拢无人，因为大家毋是去顶头，就是去艺果安尼。嘿，所以到尾也变讲，所以到尾也变阮迄边。这毋是教育部监听的，这是自然听的。嘿，这是自然听的，所以就变讲，你会知影讲，即个艺果部分对阮北港人。伊的一个重要性是嘿，其实头仔像你讲对囡仔时阵种个多我有一寡家己的以前这橡皮吼，对，偏胖一个。所以即马你看主持人你大概看咧，这个是我5岁的时候，5岁的时阵，长古水的时阵啊，最可爱的时候。我啦，即马嘛拢古水，即马老古水。即马较可恶一条嘿，因为你阵伫其实对囡仔对阮囡仔时阵种个个，你讲5岁早讲为什么种个个？其实阮家己可能嘛无啥了解，大家。想讲，反正就是爸母下你画水水，就下你弹起，你就当外口喺底咧悠闲。是。所以你看这是5岁啊，过来这是大概国小5年级的时阵。其实你看我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你后边的艺个车个服装就拢一直在那边。是，而且时代的演变都愈来愈进化。愈来愈进化，愈来愈简单。这么到上后边。是。嘿，这差不多几岁的时阵？这个时阵大概是国中的时阵。国中的时阵。对，所以就是完全拢无共款。你看像阮一般的，阮遮囡仔大概去种艺果的时阵，经历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大概伫内底感受到的拢是无共款。你看像做者爸母，你讲3、5岁，伊安尼起哩，你敢知咧创啥？伊嘛唔知要创啥。阮对阮以前咧种艺果，阮有评审的制度。是。所以吼，评审咧迄阵阮。非常重视这个，像阮伫馆内咧种啊，囡仔拢会爱困嘛，我坐伫馆内拄久。你也是拄久的时阵，因为这是一个竞争，伊会惊讲，评审啊你扣分，所以有当下阮若困去的话，伊会下骹举得个足长的迄个。对头啊，你卡了。是哦。你嚟过我精神，因为评审你对你唔知。是。嘿，所以阮迄阵咧种个，阮对以早做一直演变到即嘛。即嘛爸母希望讲囡仔起会当做快乐的，会当反正种个场面中互动。所以你唔通看，干那拽人咧种个，短短的时间，大概爸母干那传互因的平安糖啊等等，一工一元慢慢会当赚1、2万块。是。其实阮伫这2档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像我顶年我就拄着一个阿嬷。伊真正60岁啊，伊去哩种艺果，人想讲你的面皮了了，搁咧种艺果。不过你知影伊落来时阵，其实伊敢若讲一句话，其实我足感动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伊落来了，伊讲我这世人等啦。因为伊可能囡仔的时阵，厝的环境无法度会去圆这个梦。问题是伊到60岁，伊家己有一寡经济能力，伊既然去体验种艺果，阿妈做到了咧，所以伊落来就甲我讲，我这世人等啦。所以这个是可能北港人常的艺果，佮对妈祖的一个情感一个连接。是，咱来请教授，是安怎讲？这个台湾啊，咱有艺果的产生吼，而且为什么是北港这个所在特别兴啊？伫清朝的时阵哦，道光年间，北港迄阵有历史记载，这人口就47000几个。47000几。所以遐足繁荣的。反正当然马祖生啊，当然会想办法创造一寡注目的代志啊。所以讲，因迄阵就是会想找一寡
当地的跩吼，算讲较有才艺的查某囡仔啦吼，啊，互伊有一个歌，啊，互伊踮啊唱南管啊，弹伊的这个旗牌啦吼，还是讲种种吼。到日本时代，到民国30几年迄阵啊，因为台湾战争戒严，你的宗教活动就受限制。搁来第二就是讲，这个北港啊，本地是有法度通对大陆、对日本、对东南亚去做生意的所在，但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啊，你变做讲你在贸易拢无去，所以讲伊这个商业豆都没落啊，啊无法度通饲饭一个迄个有才艺的迄女孩子，所以到尾啊，甲原来都有的这个艺工课，或者小孩子或者囡仔吼，甲搬起来这个艺课台中。用这个历史故事来互因来踮遐做这个角色扮演、角色扮演 cosplay 吼，大概安尼就变做今日的艺课。所以讲哦，当年的这个旧历的3月19开始，一直到23，这个期间会当算讲是规个北港吼，拢是咧到这老历啦吼，小过年，小过年安尼吼。啊，当然哦，这真趣味的代志拢讲袂完，但是咱头拄嘛听讲吼，这个装艺过的过程中间，其实嘛有真侪艰苦的代志。咱先去有一下串哦，啉一嘴仔茶，下面吼咱来听总监甲教授甲咱分享着讲关于着这个艺课到底有啥物艰苦的内幕。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2014到2016，本港民俗艺术发展协会真贤堂，小连续3年摕到艺歌比赛冠军，今年又搁掉头顶。在艺歌车顶，这个美丽画面的背后，其实是一群人共同打拼努力才得到的成果。手机交给你旁边的那个人，帮你顾的人。啊，对阮来讲，压力哦，要怎克服啊？就是尽量准备。啊，反正时到理到，啊，无法度的时阵，迄个因为评审伊是公正嘛，咱就相信专业。上困难就是想主题，因为每一年的主题拢袂当重复。为着这一遍搁再出艺歌，阮内部的人员就爱收集资料、做功课，再来开会讨论，再来做最后的决定。扮演妈祖的蔡依婷，甘愿忍受着6点钟北大头的艰苦，就是要将上有路的民俗文化献予现场的乡亲欣赏。但是下妆了后，因为北头北甲头壳大空细里整几啊类，北港有前台为伊用真人表演的艺歌会车。每一个邻里破会为着拼输赢，大家拢会用尽心思互相唱播。民国差不多70年代以前吼，跩呢，跩作者伊拢会来北港哦，啊来北港吼，伊就去这哦较郊外吼，啊是到找着一个空地哦，啊大家围起来，吼拢围起来，拢当做艺歌唔通看，因就足秘密的就对啦。咱会使讲伊的技术啊，伊的这个哦，伊的这制作的灯光哦，啊啥物哦，跩配景啥物，伊拢无法唔知影。北港真人艺歌是输人唔输阵，规庄头出钱出力，无眠无日来装备训练，做伙流汗做志工。不过大家拢是欢喜甘愿。这当中就是地方民俗奥妙以及值得探讨的所在。拄
食即个 VCR 吼，我认真甲看，我详细甲看到内底出妈祖婆。啊，即个妈祖婆吼是啥物人扮的呢？我搁较真正看较详细，原来伫咧外面头前哦，我赶紧来手举起来甲拜。妈祖婆你好呢，妈祖婆你甲我保庇一下，原来是咱总监本身伫扮的啊。是，这就是我本人，但是我嘛是伫北港就是自称有无，无伪装进前，无人知影我是妈祖婆的妈祖婆，所以我只要卸妆行出去，无人拢知，无人知是我，一旦知拢是哈。原来是你哦，是啊，我头拄嘛惊一跳呢。我扮起来遮尔啊水，不过吼是真费功夫吼，对无？吼，你头拄听嘛比写内底有讲啊，你扮即个身6点钟的时间咧维持，还保持住你迄妈祖婆的庄严哦，啊，伫这个顶悬哦，啊，这6点钟你是安怎度过啊？其实应该嘛，唔是讲甲人我是安怎度过。其实你头拄看到咱头拄 VCR 内底，规个遐济几百个囡仔，大家你看阮虽然是大家装水坐一罐拢做快乐的吉糖啊，其实大家拢无看。其实阮也像农历19跟20，阮是拢对中昼12点哦，透中昼12点，啊，日头赤呀呀咧，对，开始出去游行，啊，到阴暗5点落来，大家当落来食饭，啊，再来阴暗6点半，搁坐起哩。游行到阴暗9点，所以其实坐伫观顶是非常辛苦的一项代志，而且是遐大的日头，大家拢去穿古装，坐伫观顶晒日，规工安尼落来，而且是因为价格足悬的，所以大家一坐起哩是敢若靠一支铁啊绑伫观顶，所以一坐起哩到落来大概5至6点钟，你这个中这个过程是袂当落来放尿的哦，你袂当做什么代志，因为你整个活动空间就敢若伫迄条椅啊观顶。哈，所以其实迄是我感觉，迄是大家对北港艺歌这个一个感觉情感，所以才法度去忍受安尼的一个辛苦。是，不过我也是真好奇的吼。你扮妈祖婆，啊，你扮身坐遮尔悬的所在吼，啊，你车咧叮当，啊，咱讲即摆拢看到车。是。啊，我会记得讲以前看相片吼，教授头拄仔嘛有讲嘛吼，就开始是迄个灯啊，啊，迄个灯拢是用人咧行嘛。到尾有牛车的时阵，就坐牛车，啊，咱即摆是有汽车，咱坐伫顶悬。啊，我想讲妈祖婆啊，啊，你坐伫这顶悬吼，啊，你听魂驾雾吼，啊，俯瞰世间的时阵，啊，你心肝头，你会感觉讲，你迄个时阵吼，你心肝头看到即个。芸芸众生吼，啊，你到底有啥物款的感受哦？感受哦，应该是讲，其实阮全部会去伫整个歌的人，拢是因为伫即工，因为阮在大部分啊，90%拢是北港的囡仔。是。啊，大家因为自细汉就是受北港妈祖，大家拢讲，有一条我讲，阮是北港妈祖的囡仔，就是大家受伊的照顾，所以伫迄工，咱大家我都来哈到老咧。其实应该是讲，足侪北港囡仔，可能过年，因为过年长39离得不远，啊，过年足侪囡仔可能出国啊，总差无对厝。问题是到3月19，北港囡仔一定会对北港参加这个艺歌，一定会转来。对，啊，你讲阮伫艺歌观顶人的装扮，其实想的是，我感觉迄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就是讲，咱今仔会当伫遮，而且就像头头咧讲啊，咱艺歌其实佫有一个比赛，咱教授头头讲，艺歌阮的比赛，所以你会当互见到。去你坐当观顶，代表你力也好，也是迄个铺来讲，对你来讲是一个足骄傲的公营啊。对，尤其是其实咱头头咧讲你啊不管是讲咱对19到23，其实伫遮偷偷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19是有顶头艺歌上老咧的时阵，是。不过上艺歌最有看头是伫23，22迄天。对，因为22迄天就是咱蔡教授因在评审咧评分比赛是，所以到大家看，前几天可能我干那安尼尔简单尔，问题是你到23，你头前会看到无看到物件，迄天拢出现，大家那个精锐进出，完全无共款，所以大家有兴趣要去北港看个22迄天，22才是正日的感觉，对，22迄天一定袂当错过。啊是日时还是暗啊？22干那暗时呢？干那暗时。对。所以讲22暗啊，会当算讲规个北港吼，就系规个拢安尼真热闹吼，是算讲是一个不夜城啦吼，会当安尼讲。是。所以其实吼，我感觉讲艺工吼，你个人参与遮尔济，啊，我看到你头拄啊坐遮尔悬吼，啊，你坐伫迄顶悬，有啥物机关呐？会当坐遮尔悬，啊，搁坐遮尔窄。这个机关的部分，其实教授。做阮遐尼久的评审，教授应该毋捌坐过艺歌吼。所以我今仔日有特别炸一个秘密武器。秘密的武器。
是安尼哦，啊，就是啥物咧？即关于着这会当用咧星座即个物件嘛。是，要恁知影讲，阮伫馆顶，大家看伫馆顶，虽然家己伫个空间，阮来去做动作创啥，其实内底到底阮是安怎去用固定伫去馆顶，会当大街小巷去游街。哦，安尼真好。今仔日有一个机会吼，难得会当来做一回啊妈祖婆，啊来升一下座吼，所以讲咱就来邀请啦，咱来体验一下。总监嘛，啊，这就是你讲的迄个秘密武器啊。是，你唔通当做这是一台卡达车呢？哎，是有影有成。有成吼，因为共款迄个脚踏车的时候，咱教授已经坐正正。不，因为我讲因为教授哦，教授做阮北港的10几年的评审。评审。教授你是毋是捌坐过？冇。所以讲你今仔日是有淡薄仔就急性的，想讲吼有这个机会，咱坐就进来坐啊。试者看卖。试者看卖，啊感受如何啊？真好坐，甲咱咧坐好多摆。刚才坐好多摆哦，但是吼，你这有一个关度，啊，来开始咧叮当的时阵吼，总监嘛，你这有啥物机卡会当甲教授传授一下？其实像阮伫馆顶啊，进教授坐这已经是上低啊，咱基本拢是2米起嘛。2米。嘿，2米高以上，一层楼，啊，靠一支，你看甲靠中一支。啊，比较好。嘿，无靠中一支，啊，搁后壁这个脚踏垫，所以你坐的时阵啊，因为你要坐5、6点钟，啊，你袂当互家己安尼所有哦，足歹看。哎，你咱坐忝是有当时啊，脚会开哦，要坐时阵脚会合起来。因为你坐悬悬嘛，人啊你看起嚟，你滚才袂，脚开歹看。哦，对，啊，而且你腰爱挺直，是，安尼你伫馆顶的仪态才会水。哦，所以其实安尼爱经5、6点钟，而且头主持你讲的重点，尤其是查甫的，因为咱车咧行的时阵，因为靠头前车来教授你，对，我才加一支这支梯啊，而且了，车咧行的时阵，有当时迄司机吼，打东啊，你会规个往前，啊，你会顶到，所以迄就是爱你家己爱好生去注意讲迄路况。是安尼。对啊，而且你看这个位置啊，坐5、6点钟了，你就知腰啊酸。卡吧，腰酸卡吧，所以讲人有一句话讲，啊你想到唔走，啊就走袂去啊，无法度落车，是安尼，所以这就是阮整个歌，其实伊是做辛苦的代志，爱去看日头、落雨、晒日，嘿，啊个而且爱个刚才咱坐伫这个小坐垫，坐6点钟，对，坐5、6点钟，嘿，所以这是。北港人的精神是，然后来感谢教授啊，落来的时阵吼，教授你爱，好，我明年会甲真행动拍100分。所以你看我头头讲尽量是，爱说你。所以讲吼，这有影是吼，北港人啊，为了赢妈祖啊，争个过这件代志啊，会当算讲是吼，尽心尽力吼去做这个工课啦吼，所以讲无简单的，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讲这个3月小妈祖的这个精神，这句俗语呢？感谢到今仔日教授甲总监来到咱现场，感谢。谢谢。这时间真紧，着一空站，暂时离开着真不甘。大家若是无去嫌，咱后日拜日，才过来谈嘛，才过。来谈，报道歌灯，用台湾文化甲乡亲博感情。